马英九总统今年到南投新义去看灾，也拜尤其新义乡喺阿里山茂大厦嘅神木村，也苏从也过洋葱前村嘅议题有本大家讲到，神木村嘅居民希望是在睇台泰沈阳拿嘅土地方重建家园，也利用马总统去神木村看灾嘅时节，表态人民嘅诉求。不过台泰沈阳拿二本乡亲嘅地，乡亲唔介意，乡亲介意嘅地区沈阳拿管理处有讲唔安全，故所争议行起柜台。总统马英九来到新义乡来听民众嘅意见，地方民众看到总统来看灾，也是同重建多大嘅问题，同总统报告。因为新义乡神木村有4家人来迁徙，不过当地嘅居民希望嘅土地喺台泰新阳牙灌溉。所有土地几乎都掌握在台大实力人手上，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他们。为什么不给这些老百姓，给他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住的地方？为什么不行？听批民众嘅诉求，马总统仍是支持台泰，或尽量听受灾民重建。不过出席草堂会嘅高峰人員講，聽說會配合政府嘅政策，人們會請專家研究聽受居民持嘅土地，但是阿奶嘅講法顛倒本神木村民更加強。所以我們想借這個機會，共同來檢討哪些地方需要用到台大土地的，我們一定請台大來配合。未來配合這重建委員會的指示，我們會配合辦理。我們的鄉親可能不再相信台灣大學你們的專家學者所評估的地點，我們鄉民找到的地點是請中央政府能夠協調。台灣大學有33000多公頃的土地。台大他們要我們住的地方，那都是不安全的。要我們的鄉民去，我們同村的鄉民去看安全性、永久性的土地來蓋房子。雖然台泰人行會配合，但是馬總統將離開，台泰新陽拿管理處嘅人員，實係一種安全考量，希望居民跳脱其他嘅蔬菜，摸出來一片希望。如果這裡蓋了一個擁擠之後，大家還是不安心。以後颱風來了，大家就睡不安穩，那個永久前進用地就是沒有達到目的啦。像台泰聲音連來講，其實講只地鐵嘅順向坡當危險。該是也來講嘅啦，但是如果天文不允許有人講，啊水上唔係從嚟講嘅。一場天災，大批當到民眾維持生活嘅土地，未來石頭裏面重建價錢還唔低，因為雖然得到馬總統嘅認證為天數嘅人。但是喺咪社反省遷村，看一看台泰很配合冇？看到新聞啲風氣，南條報道。